今年的2022水域游戏体验活动哦，那我们除了一般的规划的一个水域游戏体验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年新增加了台南运河的环河挑战，以及我们的一个四昆生的生态探索。环河运河挑战的话，我们会希望说比较专业级的自己带桨，带独木舟来我们的运河来报名我们的体验活动，让各位喜爱水域游戏的玩者们哦，然后体验这一个运河的一个美景哦。那因为我们在四昆生的一个生态旅游部分，我们加上了就结合地方的一个生态聚落的一个介绍，以及水域的生态导览部分。那我们借由一个聚落的发展，以及水样，还有以及生态的一个特色哦，利用导览的方式，让游客除了可以随意体验以外，更能够深入的进到我们的社区，了解我们的社区的一个发展历史哦。每年大概1月份配合我们阿伯乐花季的一个活动，结合我们新化在地的一些观光景点的一个旅游哈，可以带动我们新化这边的一个历史文化旅游观光游憩的一个活动。游客都从我们新化老街一路游到我们168的观光景点，然后来到虎头埤这边然后到新化林场，还有我们大坑农场的休闲区那边会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观光旅游。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疫情肆虐的期间，其实我们都到户外走走也是比较健康的，尤其在一些水域活动里面，通常比较不容易造成群聚，因为你看，不管是操舟，不管是这个做其他的活动，都是在水域里面，基本上是人跟人是一定有社交距离的，所以说大家应该可以放心。那尤其时序要慢慢变热了，那大家这个亲水活动，只要在安全的条件下，防疫工作做得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可以走出户外走这个参加水域活动应该是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水域活动还是要如常举办。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规划了好几个地方，包括虎头埤啦，包括这个运河旁边运河新站那边，还有好几个地方，包括天鹅湖这些的，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2022这个水域活动，台南的水域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炳贤。接下来有一连串的新闻，要带大家做回来关心。但18号确诊人数已经突破4000人，民众对疫情相关的疑问愈来愈多。嘛，好台南各防疫专线，加一天的进线量已经超过2000通，每一位接线人员无闲假，嘛需要了解上新的防疫政策，相当辛苦。您目前的状况是因为您还不是确诊者或居隔者，所以要建议您就是往我们的一些社区医疗院所去做筛检，然后顺便就看诊，因为您有不舒服嘛。您稍等我一下，我帮您确认一下安南区这边建议您一些诊所。安南医院。对，不好意思。远吗？美名远吗？差不多好。它安南医院的话是有直接。就是说，您把您的阳性的快筛试剂带过去。另外呢，安中路一段或海淀路一段有一个信安耳鼻喉科，或者是陈玉成耳鼻喉科，哪边近，或者是您直接到安南医院。其中有位贴伫研科会注意陪同，嘛转讲到1999卫务中心甲生活关怀办公室，除了为接线人员加油打气、地震喉糖、菊花茶等保养老的物件，嘛希望民众多多体谅，共同防疫。今天特别来看看这个事发中心以及我们一些防疫专线的接听状况，那发现民众蛮打得非常非常踊跃，因为中央的政策会一直在与时改变因滚动式的检讨，所以说对于传到地方来很多民众可能还在
他的记忆中可能是上一个阶段的这个防疫政策，所以说他就会来质疑。那很多民众对新的防疫政策不够了解了，他也会来询问。因此呢，我们就必须由我们的话务人员很耐心的回答他们。那基本上，民众除了1999跟防疫专线之外，他们也会其中譬如说他打防疫专线打不通，他会打1999，打1999这个打不通，他会打防疫专线。总之，我们不要让民众待机太久，或是一直都持续打不通。所以我们在量能上，在电话线路上的一直在扩充，那人员的训练上也一直在滚动式的加强。健科会表示，对4月2日到5月10号，1999卫务中心进线量已经达到11000通，比进前大幅度增加50%。半数卡来拢是为着咨询疫情甲相关的通报。为了疏解卫务人员的压力，已经搁增加20条生活关怀服务专线，提供民众搁较侪管道来咨询防疫问题。台南新闻顾志玲跟采访报道。民国70年所起的安南区公所已经是超过40栋的建物，虽然外观看不出来，不过经过耐震评估，已经有危险过路。虽然103年甲105年有2摆经过部分补强，不过到现在墙面也是有真侪破损，特别是地下停车场上界明显，甚至因为地动结果拢刻到入门窗变形。另外，周边停车空间严重不足问题，嘛需要一并改善。对此，区长表示，干务局已经补助3000万，目前正规划设计发包，预计明年全面补强施作。安南区公所的厅舍在108年我们做过详品之后，它确实是一个危楼建议作为拆除或者是耐震补强。那么有鉴于目前的空间我们还充裕但是确实有建筑物的一个安全的疑虑，因此我们获得各相关局处的一个经费的挹注，预计在今年会完成设计跟发包，明年会来做一个施工。同时，我们要解决我们安南区公所停车的问题除了现在已经完成的第2停车场，是向我们台南地区农会认养的一个仓库的一个停车空间，有77席。同时，我们也同时规划第1停车场在我们的区公所的后方的小绿地是一个私有的一个商业区，我们也辟建为停车场，能够提供31席的一个停车空间，还有36个一个机车停车空间，都预计在9月份都能够完工。同时我们要减轻自动建筑物的一个净载重，将我们安南图书馆的一个图书跟台江文化中心的图书馆做一个功能的一个整并，这个图书能够移出去，那我们这个建筑物未来能够提供一个更安全的一个民众洽公跟同仁办公的一个优质的环境。面对台南市公有听舍，不管是卖力高龄，还是空间不足的困境，市长委托嘛特别前来安南区公所会勘，听出区长的简报。会后表示，虽然经费庞大，不过为了结构安全，一定会依照迫切性的优先顺序，一步一步来改善。很多我们的公有建筑都慢慢步入了中龄，或甚至老年。以安南公所来讲，它本身因为台南的各次地震的关系，所以说它一直屡次经过结构补强，当然也会影响到它的结构安全。所以说我们当然是积极要来寻找这个合适的地方。那公所也提报了好几个地方，我们会宽筹经费来处理。除了安南公所之外，安南区公所之外，我们3分局，甚至于安平区的4分局，也都有面临了这个办公厅舍不够的问题，更不要提我们一般的里办公处。我们光是我自己认列，在这3年多来，就已经至少有好几十间的里办公处，在面临要更新。所以从基层的里办公处到警察、消防的厅舍，到我们公所的厅舍，都一直陆陆续续翻新，这些都需要庞大的经费。我们也希望说排定优先顺序跟急迫性来优先来处理。以现有的公所为例，虽然地点适中，目前要以全面补强来改善，不过长远来看，也是会争取适合的公有地来规划新的厅舍。
台南新闻军吉林跟采访报道。中西区长汪庆龙表示，中西区是咱市文化底蕴上丰富的精华地区，累积真侪民众生活记忆，参像是市林古迹、大菜市、东菜市、永乐市场、沙卡里巴、鱼市场等等，陪伴台南人行过100年生活，满足每一个家庭的日常所需。伫每一个市场内，拢蕴含着清高的人情味以及讲袂完的故事。咱台南市中西区吼，位伫咱台湾府城的核心啊吼，文化资产足丰富，比如讲寺庙、古迹啊足侪吼，所以讲这丰富的文化底蕴吼，嘛累积足侪吼，咱的市民的生活机遇吼，尤其是市场啦吼，咱的菜市啊吼，伫咱老台南的记忆吼，不只是去遐迄落消费买卖吼，更加是一种交朋友博感情的生活日常啦吼。为将府城菜市场的100年发展故事介绍予寡侪民众知影，中西区公所自今年3月到7月期间，办理一场来去府城踅菜市系列讲座。21号伫区公所顶场的活动，特别邀请到成功大学历史系谢世渊副教授前来开讲。安尼3月开始吼，咱邀请咱资深作家钱秀丽老师吼，安尼咱踅市场的方法吼，讲到着咱的东菜市、永乐市场，也是明治市场，可是阿不了市场的变迁吼。咱5月吼，会伫咱5月吼是讲咱即礼拜六5月2下晡2点到4点，伫咱区所吼办理一个吼，邀请咱迄个成大历史系的谢思渊教授，嘛是咱府城一位这本美食专书的作家吼，谢思渊教授来安利迄个咱市场的历史。来去府城踅菜市系列讲座，除了5月2日谢世渊副教授的分享，6月11以及7月2号，分别有成功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洪秀雅以及成功大学文学院研究专家陈志聪2场讲座，分别咧讲办道西会市场地图以及市场历史以及人群故事等内容。区公所欢迎对着府城人文有兴趣的市民朋友，会当向中西图书馆报名。5月2日。做伙来府城踅菜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大唐中央酒店为迎接端午佳节到来，特别推出由饭店长源中餐厅制作的隆重礼盒，要来让消费者食好食。肉粽除了是选用台南在地油葱以及蚵仔，另外还有好酱、鲍鱼、干贝等等的内餡，就是要让大家食个满意。我们的隆重礼盒里面就是说有热火八宝粽，那热火八宝粽里面有腐掌，有那个鲍鱼，那有干贝哦，那也有那个腌肉哦，然后古早味的鲍鱼粽里面就以鲍鱼为主的，那也有虾米、油条，然后栗子等等这些，然后也有素米粽，里面是用素的长的糯米、黑的糯米，然后加上我们的八宝哦在里面。不止粽啊！大唐中酒店还有推出多项创意甜点，让消费者家己选择。这一次的台糖公司的绿苹果兰花冠军，结合这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就用绿的苹果，然后用新去炒出来以后，加点那个腰果在里面的，还有点肉桂，还有苹果，然后用新鲜的去炒出来。那个里面的内馅很厚实，那不甜不腻，然后加上外面的酥脆的皮出来，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推出来。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是苹果核桃派。同时，为了让旅客更加安心来到府城旅游，大唐中酒店更创意推出防疫安心大房专案。旅客只要是提出3日内的快筛阴证明，就会当以3折左右超级优惠入大饭店。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经过北区有铁路所结起的餐饮区，就看到排队人潮。这回不是排快筛，而是来自花莲台东知名茶饮店首次进驻台南，民众想要试滋味。有消费者怀念进前所啉的好滋味。我们去台东有喝过，还不错。哎，快店很期待吗？还好啊，因为我也是听别人讲才知道。
就觉得口味还蛮特别的。还不错。所以你是买哪些？洛神花，因为我们去台东就是喝这个。根据了解，该店除了拍出知名度，目前全台包括台南已经有41间分店，嘛是以协助当地小农拍开六星花等物产的通路为号召。该店总经理戚英文亲自坐镇，嘛首次伫台南开放厨房煮六星花，加入中药材秘方，需要控半点钟的画面。除了表示对台南的重视，嘛感谢乡亲的支持。丁哥其实他在台东已经发扬光大很多年了，其实这个品牌已经20周年了。那陆陆续续其实很多县市的朋友都很希望我们可以到各个县市来。那我觉得很荣幸，就是说丁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到台南。那我们也觉得我们不负台南人的一个期待，我们在一开幕的时候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回响。那在我们的开幕的前2天，就是到今天是第2天，其实都蛮多的客人就是非常的开心的来到我们现场，然后甚至我们还没开门之前就已经来排队了。应该是说我们丁哥他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用跟在地小农就花东的小农的一个契作来做一个饮料的一个结合，比如说我们最有名就是我们的洛神花茶，还有柳橙绿茶，这都是我们的畅销品。那其实在我们这营运的这2天来讲，我们的洛神花卖得非常好。对，那都是我们用台东的洛神花去做熬煮的，非常的天然。那我们的柳橙绿它也是选用台东在地的一个香丁来跟我们的木香绿茶做结合。对，那我觉得这个都深受我们台南的一个乡亲的喜爱。一楼无够4坪空间的客满地印的服务人员无严格，另外往2楼的通道则是手机维修经销品牌，先用资讯博物馆的形式来吸引民众眼光。双方首次与台南合作，希望营造双赢局面。很特别是在台南也有 Q 哥这个品牌，那它是以一个手机3C 的一个牌子，那第一来跟我们的一个茶饮来做一个配合，这样，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跟台南的 Q 哥就是一起来做一个结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那也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绩这样子。台南虽然是饮料的大本营，有人讲因真勇敢来挑战，不过经营者表示，因只是找无基言利益，对家己的品牌甲产品的成色有满腹的信心，所以试营运以后将恢复上午10点到暗时9点的营业时间。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在白色盘子中滴入颜色醇厚的欧洲染料，让海绵吸饱一体之后，用轻柔的手法专注地在皮革上一笔一笔的涂抹。在这复古的工作室里头，皮件老师正进行着日常创作。除了在外贩售这些作品，有时也会替客人客制或是修复皮件。而这些物件上蕴含的不同故事，就是吸引他持续投入的原因。我觉得它可塑性很高，而且也非常的耐用。那它是一个可以伴随我们使用很久的物品，所以我觉得这个材料本身它就很有个性，也很有故事性，因为它会随着就是我们每个人使用的状况而有产生不同的痕迹，那会记录下岁月的痕迹。创作的灵感来源，我觉得就是来自于生活中。源自于生活细节的灵感，让老师除了小挂饰或皮包，也经常创作许多能够帮助使用者解决问题的配件，精致小巧却能够使生活更加便利。例如帽扣或是保特瓶提环，利用皮的韧性，它可以当一个保特瓶的提环。背包放不下一瓶水的时候，它就可以挂在外面，那就可以让你的手可以再做其他的事情。那有许多就是爬山的人，他们也很喜欢这个商品。而位在建业新村的工作室，除了创作与客制商品，也会定期开放手作体验，从选色、染色到上扣，把整个完整的创作流程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参与民众。第一个步骤就是会让大家染色，那染完色之后，我们当然要做一个定色的动作，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背面摸起来是粗糙的，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背面上处理剂，还有在这个边就是做磨边的动作，磨到光滑，然后再组装起来，打一个扣子。好，这个就是我们在体验常常会做的一个小的零钱包。
一开始都会很紧张，后面都会有惊呼声，说哇，我也可以做这种东西这样子。因为皮革的可塑性以及耐用性，制作的产品能够陪伴使用者度过长久的岁月，而其中所留下的历史痕迹，不但提升了质感，也赋予它们不同的性格，令人深深着迷。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用汤匙轻轻挖软软嫩嫩的豆花，搭配 QQ 的珍珠和浓郁的糖水，一口吃下，在炎热的夏天来一碗，可以说是相当满足。老顾客都指明要吃这一间60几年的老店，这款好味道早已深植在客人心中。蛮好吃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吗？它很纯，也很浓郁，哎，有像古早的那种豆花啦，现在很少吃到这样子的。个人蛮喜欢豆浆豆花的。怎么说呢？怎么口感？我觉得这边的口感特别的香，又特别的绵密。我买几啊年呢？哦，真的哦。嘿。买因的啥？我买的啥？买的红豆豆花最好吃的啦。每位客人都有属于自己心中的招牌，一碗看似简单的豆花，制作的过程可不简单，每样配料都手工制作，背后究竟藏了什么奥妙，让这么多客人都爱不释手呢？特别的是，阮的食材拢用料好啊，这是阮唯一自豪的迄个啊，因为阮妈妈的迄代就甲阮教讲做这就是爱良心啊，所以我们就秉着这个态度，这个就是这种心态下去做这样啊。坚持使用新鲜的原料，即便物价通膨也绝不涨价，用低利润回馈给顾客。因为我们店面自己的啊，我们自己雇啊。不用人工，不用店租啊，我们就是直接给消费者便宜啊。甜而不腻的秘诀就在糖水的熬制，所有的配料也绝不假他人之手。我们糖水是4种糖下去熬煮4个小时。4种糖。对因为我们的糖，跟外面的比较不一样，就是不腻。然后又很香，每一种料我们都是经过自己的那个制造过程，我们没有叫现货了。每天中午一营业就吸引许多顾客上门，大家都赶着来吃这一碗味道香醇的古早味豆花。记者邱建勋、林嘉义高雄报道。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刘品言，咱再会。